根据统计，目前呢是有超过80%的人口患难的拢是下国家的。内政部是来邀请到12个国家的代表来讨论人口患难，也有劳动剥削的问题。希望透过会议加强国际上的合作，嘛来整合各部会的力量来提出无共款的计划，希望会当赶紧减少这款的问题。 这几年来，一寡跨国犯罪集团会透过诈骗，甲民众拐去别个国家做违法的工作。内政部伫拜三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，邀请12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人口贩运和劳动剥削的问题。内政部指出，目前有超过80%的人口贩运拢是下国家的，希望透过这届会议加强国际上的合作。另外，政府嘛已经整合各部会的力量，提出无共的行动计划。在行政院及各部会的努力下。 最近几年，陆续实施了渔业与人权行动计划、反剥削行动计划以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等等。 内政部表示，这几年来，台湾民众找头路，让人骗去东南亚国家，让人扣留证件，甚至让人软禁，成做人口贩运的受害者。政府透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，受害案件已经从111年的160多件，降到去年的120件左右。另外，内政部嘛伫去年修订人口贩运控制法，但是违反会受到更加重的处罚。在新修订的人口贩运防治法里面，这个有增加了一个所谓的利用他人 从事我国刑罚行为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罚规定，它是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In keeping with our long history of close, candid exchanges on the issue, we hope to touch on a few areas in which Taiwan can further demonstrate its commitment to preventing this heinous crime, making survivors whole, and affirming that trafficking has no place on this island. 针对阮用渔港受到剥削的问题，渔业署嘛规划伫今年底发表新的计划，针对欠薪和扣护照等等的问题提出对策，保障渔港的权利。内政部表示，未来嘛加入科技的力量，希望会使继续整合国内外的资源，防止人口贩运和剥削的问题继续发生。记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